飛達西餅皇上龍手卡，小食，哇！烤鴨你要影個烤鴨哇！呢度，一、二、三，烤鴨。係咪呢度啊？邊間啊？唔係呢個名喎。一年廿蚊。呢間呢間都講得明。有樓梯上喎。中華公所摩利 T。可以回来玩2天就。烤鴨。金峰啊嘛，嗰間嘢叫。金峰係咪下邊嗰度啊？有幾級樓梯㗎喎，成條樓梯上。金峰再過啲係咪？街物街啊！係啊，金峰華豐你食第二間啊？你可以試下第二間，你中意。老正興係咪食餃子咩？佢嗰間係咪前面嗰間啊？排晒隊嘅咧，嗰次。我諗任何一間都得啩。好好啊，你揾。點心。